嗱，呢下日子自家啲，每按多人思想，生下自家咪呢個門理下度，生下咪本呢個消息下度，咪到自家心中到戰爭嘅平安，等到天嘅心，誰冇都難誰煩躁，但係呢，因為到呢下嘅世界，呢下嘅社會根本未按容易嘅世界，咪到按多人心中嘅等到平安，嗱，我一個經節講自家啲。一個歌羅西3:15節嘅阿樣講自家啲，應該一個心中係基督嚟面臨，嗱係講自家心中係基督嚟面臨，基督領帶，我知道自家得到真正嘅平安，誰冇去落夠，心中你要平靜，要安全自家社會嚟喺度，嗱我相信呢一樣不認得啦，樣講自家啲，唯有真理。cái sang yêu bình an na biểu示嚟講，你要真理，真理係咩呢？上帝呢啲要見真理，上帝嘅見節呢，教把自家按照真理學得，上帝嘅自家耶穌基督，基督係真理，你心中你要基督，要耶穌基督，你都心中你要真理，要真理，你就要平安嘅講，嗱要真理嚟講。自家獻出要平安，要天嘅心就永遠永遠。即係讓人自家需要，你基督嚟面臨自家嘅心，係基督面臨自家嘅心嘅獻在自家嘅心中，自家分明嘅真理，嘅真理能夠帶自家脫離從籠中嘅社會，塌自家嘅籠中社會裏面自家冇平安，冇到天嘅心。嗱，所以自家要點逼自家嚟認識基督，要基督嚟講，自家就要真理。要上帝，自家要真理，要真理就要平安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